SaaS 呢個概念啊，即係 Software as a Service， 大家知唔知道10年前開始熱爆嗰陣時，成個市場幾誇張？嗰陣只要你係軟件公司，市場俾到你嘅估值倍數可以去到人哋普通行業嘅2倍、3倍甚至更高。譬如你話啲投資界成日識講話軟件即係未來，好多人就係咁炒上去。市面上話自己做軟件公司嘅，個個都想搶到入晒場跟風。其實呢個現象都反映住軟件行業仲有生機，冇理由死硬。係咪真係可以出現下一間 Google 呢？上一年個個都唱淡 Google， 覺得 AI 會打低晒佢，但而家結果點？如果嗰陣你未走貨，到而家都要恭喜你啦。Google 咧就唔止冇俾 AI 打沉啦，仲變咗 AI 龍頭嘅。大家好，我係 Piers 皮亞斯，歡迎大家收睇今日嘅美股3分鐘。中意呢個內容記得俾 like 同 subscribe。今日題目重點有兩個，第一 Salesforce 啱啱出咗季績，我會同大家 update 埋，再分析下佢未來會唔會有下一浪升幅，會唔會好似 Google 咁 double、triple， 定係會被時代洪流沖走變做明日黃花。第二呢，就想帶大家睇一睇 Salesforce 呢啲大軟件股而家其實值唔值得入市做好倉。即刻入正題啦，睇下 Salesforce 啊。CRM 尋日收市價238蚊美金，盤後升咗 1.9 個百分點，去到243，市值就大概2000億美金。琴日出咗季績之後咧，最誇張嘅一度升到差唔多 10%， 但係之後咧慢慢回落翻咧，叫做無輸無贏咁。今年其實佢走勢唔太理想，都試過高位落翻嚟30%，2022年底都跌得幾殘。咁今次季績睇乜啦？ Non-GAAP EPS 即係撇除會計調整盈利大超預期。Revenue 收入就夾埋都算唔錯，同時向上調全年指引，即係公司自己都預咗未來會比而家更好，有 triple beat。但係如果睇本益比，大約都有33倍，以10%增長，其實唔算話好平，不過跌咗幾年都算入得過。重點仲有 Salesforce 而家 AI 功能推得好勁，叫做 Agentforce， 單 Q3 已經有超過18500個新 AI 客戶 deal， 有一半係有付錢買算力。呢度記住啦 ，AI 功能通常都要計算力，近 Midjourney 買 credit 一樣，你要生成圖片要俾錢買算力。Salesforce 基礎咧有10幾萬企業客 ，AI 新功能咧每季增長得好快，長遠嚟講 AI 收入咧有機會加搭原本 B2B 軟件生意，加快未來營收增長。官方話到2030年其實係2031，營收目標係600億美金，平均每年以10%增長。依家 price to cash flow 只係17倍，近10年最低水平。對於 value 型嘅投資者嚟講，真係好吸引嘅。如果跟住公司預測去計自由現金流，每年都增長8%以上，合理估值揾到300蚊都冇難度，即係明顯地低估。但最大挑戰係 AI 能唔能夠真係拉動 Salesforce 核心業務。講翻大 picture， 上一年好多人擔心 AI 會取代晒 Google， 但事實話你知，一間大公司好似 Google， 唔止一種生意 ，YouTube、Waymo 訂閱服務都勁得滯，就算 AI 新入行嘅 Google 都可以靠其他業務托住嘅。Salesforce 都係咁，佢唔止 CRM， 仲有 AI 增值 ，Adobe、Intuit、SAP 都一樣，傳統軟件行業唔易死。咁依家 CRM 咧，的確undervalue 啦。如果你信 SaaS CRM 或者係唔錯嘅選擇咧，但係要睇 AI 方面咧，佢幾時可以爆發得勁啦。最後預告 Adobe 下個禮拜出季績，有一個壓力測試。記住跟住我 channel， 多謝你同我皮亞斯一齊 update 完最新嘅投資熱點，記得訂閱同撳埋個鐘仔，聽日見面。